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嘅服務出嚟會提供。例如有咩服務可以提供咧？例如啲食下和牛啊咁樣咯，飲下咖啡啊咁樣，多咗好多。因為話說上年年尾我咪住咗淺草差唔多一個月啦咁樣，其實當時就係啱啱好出咗禁飛，跟住我就揾到間 B&B 咁樣啦。咁呢嘥出嘢就係、其實當刻我已經見到係幾多外國人喺日本，即係東京嗰度咯。咁其實我覺得係少咗內地人，但係都好多外國人。咁我諗緊就係、如果真係做嘅話，其實做翻啲外國人嘅生意其實都有喎。即係譬如做tour 或者做一啲 experience 係 for 外國人，可能做係咯，即係做 sales 啊。絕對多咗嘅。譬如啱啱講到清酒旅行團咁樣啦，咁我都有問我 partner，依家其實邊一啲地方嘅人去參加呢啲清酒旅行團最多咯？佢話個答案都幾特別啊！原來係巴西人去參加清酒旅行團。我頭先想估西班牙，都近似啦。咁咁好人嘅你，係咯，你好厚道啊！完全係兩個地方。